掌声谢谢保加利亚的霍洛民族舞团，他们等一下还有一个精彩的演出。在此之前呢，为大家补充介绍，我们的南瀛国际民俗艺术节是从1996年粉墨登场，至今已经近30年了。一直以来呢，我们的南瀛国际民俗艺术节一直希望这个国际性文化活动可以作为桥梁，邀请世界各地的伙伴们跟民间表演艺术团体可以来到台湾，以文化呢作为催化剂，作为最直接、最亲近的艺术交流。当然，前几年因为疫情的沉淀，我们在睽违了6年，2024年的今天，我们在南瀛的副都心公园举办了2024南瀛国际民俗艺术节。从10月5号强势回归到现在，接连包含我们的主会场以及我们各地的巡演场、工作坊，还有一些讲座，相信带给大家非常不一样的体验，也让台南市民跟全台湾各地的朋友们可以体验到异国风情。接下来，我们再度欢迎保加利亚的霍洛民俗舞团，掌